主后2023年10月2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审判是为救赎。圣经以赛亚书第1章第10到31节。下面是阿摩斯的囝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，这是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希西家做犹大王的时，伊所得到有关犹大甲耶路撒冷的信息。天啊，着听；地啊，着注意听，因为上主讲：我养育囝儿，甲因饲大汉，因竟然背叛我。牛捌家己的主人，如会认得主人的槽。毋过以色列毋捌我，我的子民拢袂晓想。犯罪的民族，罪恶极重的子民，作恶多端的族类，行为败坏的子孙，因弃杀上主，藐视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因拢活转身离开伊。是安怎恁爱搁受鞭拍？是安怎恁要继续背叛？恁规个头壳拢有病，规个心拢受伤，对头到骹无一位健全，拢是伤痕乌青，得流血的空喙。空喙还袂洗清气，还袂包扎，嘛还袂用油抹。恁的国土拍荒，恁的城市互火烧毁。恁亲目看到残垣，互外国人吞食，互千分人吞踏，变做荒埔。只有剩耶路撒冷留地，亲像葡萄园内的草寮仔，四街仔园内的草坪仔，亲像一个受围困的城。若毋是上主万军的统帅，甲咱留几下个剩落来的子民，咱早就亲像索多玛遐害，亲像蛾摩拉遐惨。恁遮个索多玛的官长啊，着听上主的话；恁遮个蛾摩拉的人民啊，着注意听咱的上帝的教示。上主讲：恁献遐济祭物互我，有甚物路用？我无稀罕绵羊港的烧化祭，肥足足的净生的油，我真厌。我嘛无介意牛港、羊羔甲山羊港的血。恁来调戏我，是啥人叫恁带遮个净生来吞踏我圣殿的埕？毋通阁摕无路用的祭物来，香的味我真厌恶。初一、安息日、调集的聚会，我忍袂牢。我袂当容忍恁犯罪阁守严肃会。恁初一甲定期的节庆，我非常讨厌。遮个拢变做我的重担，我真烦，无爱搁担。恁手举悬悬祈祷的时，我会黄目睭毋看恁。恁祈祷偌济遍，我嘛毋听，因为恁双手拢抹着杀人的血。恁着洗互清气，着拄去找邪恶的行为，互我无搁看着恁得做歹。着学习行好，着追求正义。解救受欺压的，着为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护。上主讲：来，咱来辩论。虽然恁的罪亲像朱红，还会变做亲像雪遐白；虽然亲像乌杜红，还会变做亲像羊毛遐白。恁若愿意听叹，恁会当食土地出产上好的物。
毋过，恁若毋顺趁反叛，恁会受刀剑吞灭。上主亲嘴安尼宣布。本来忠诚的城，竟然变做娼妓。以前城内充满正直、公义伫内面徛起，今仔日住伫遐个是杀人的凶手。你的银已经变做坐带，你的酒拢透水，你的官长陪伴变做贼的同伴，因拢爱收贿赂，四界要求人送礼。因无为孤儿主持公道，寡妇的控诉因毋察。所以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带领者安尼讲：啊，你诚做我的对敌，我要将大受气摒伫你顶面，我要报复敌对我的人，我要下手处罚你，我要将你的坐带炼清气。将杂质拢除尽，我要重新设立你的审判官，亲像早前一样，搁设立你的参谋，甲起初相款，然后你会搁叫做公义的城，忠诚之都。耶路撒冷会因为公平得到救赎，城内反悔的人会因为公义得到解救。毋过，背逆的甲罪人会做一个受拍喙，拒绝上主的人会灭亡。恁以前所意爱性的上手，恁会因为伊感觉见笑；恁早前选择的园仔，才会因为伊感觉歹势。因为恁会亲像叶得要打去的上手。亲像无水的园仔，有权势的会变做火种，伊的所做亲像火星，两项做一个倒起来，无人会当甲伊拍花。审判是为救赎。有一位千机渡市的兄弟，过年春节的期间。倒转来故乡的教会参加礼拜。礼拜后，伊非常欢喜，甲牧师讲：“我即马逐礼拜拢有去聚会哦。”原来，这位兄弟捌离开上帝久久，后来伫基督徒亲友的鼓励下面，重新转来到教会。牧师听了兄弟讲的话，紧手对伊讲。恭喜恭喜，60分，加油！兄弟未了解，问讲：牧师啊，我毋是一个月才去教会一礼拜哦，我是逐礼拜主日拢有去教会，应该是100分啦，哪会干那60分尔？牧师应讲：亲爱的兄弟啊，你看，你的孙仔犹是国校的学生囡仔，假使有一日，你的孙仔放学转来，摕学期尾成绩单互你看，成绩是无及格，你会安怎讲？检采你会问讲，乖孙仔，你敢无认真上课？还是老师教的你拢袂晓听，所以无及格啦？迄时你的孙仔若应讲：阿公，人我逐工拢有去学校，老师应该互我100分才对。我真正毋知影老师为虾米互我无及格，请问你要安怎回答孙仔咧？可见有去学校无一定有认真学习，上班有打卡也无代表尽力伫工作。相反，有去教会也无一定真正伫敬拜上帝。伫以赛亚书一开始。咱就看到上帝控诉以色列人的礼拜是虚假、无意义的。证据是，就算以色列人有伫烧香、献祭、甲祈祷等等宗教活动，毋过伫生活中却贪图不义之财，
而且因将来无保障孤儿，也无替寡妇伸冤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呼吁因爱学习公道，替孤儿寡妇伸张正义，帮赞受压迫的人。上帝指责以色列是做歹犯罪的国家，是邪恶败坏的人民，佮透过先知警告讲，因弃杀上主，藐视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因拢活转身离开伊。上帝指责因亲像掺水的酒，掺着杂质的银，毫无价值。若想要互上帝听因祈祷，就是爱随时停止一切罪行。上帝并无讲敬拜的礼仪无重要，是拒绝虚假的敬拜。上帝向以色列指出一条敬神礼拜的道路，讲：来，咱来辩论。试想，人若甲上帝理论，应该只会显出家己本身的罪恶若定。总是上帝接续讲：虽然恁的罪亲像朱红，也会变做亲像细血白；虽然亲像乌土红，也会变做亲像羊毛血白。原来，上帝指出人类罪恶的目的，毋是要毁灭，反倒算是要炼净性命。上帝讲：我要下手处罚你，我要将你的罪带炼清去，将杂质拢除尽。我要重新设立你的审判官，亲像早前一样，搁设立你的参谋，甲起初相款。然后你会搁叫做公义的城，忠诚之都。上主是公义正直的，伊要救赎所有愿意悔改的人。默想，上主借着伊的话，甲圣神指出人的罪恶，为着要互人成做圣洁公义。当我犯错受指正的时，会安怎面对？上帝借着伊的话，甲圣神指出人的罪恶，为着要互人成做圣洁公义。当我犯错受指正的时，会安怎面对？咱来祈祷，圣洁公义的主，愿你显明我的罪恶，炼净我的性命，互我学习耶稣基督，献上家己做活祭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